好，朋友们，今天的晚会越来越紧张，到了尾声呢，也是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了。接下来我们这个比赛呢是爬杆摘果子的比赛。哎，同学看到没有？那前面那两根高高的果杆。天哪！我们各队呢出3名男选手呢爬上杆去，看谁先把瓜果摘下，得到那个拉布包，谁就为获胜方。规则非常简单，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他们带保险带吗？不带。那算了吧，这个我觉得太惊险了。那不成，这个爬杆呢是我们拉祜人看家本领，拿手好戏。真的？真的。小伙子们有问题吗？没问题啊，那加油了。好，准备，开始。我们看到这轮比赛是蓝队获胜。红队真的不错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冲劲儿和冲劲儿也的确让人佩服。那我们请李一小姐再为蓝队加上2个红路。不是给红队加上1个红路。随着这个紧张激烈的爬杆比赛结束呢，我们整个的竞赛活动就结束了。没错，我们数一下符箓好不好？蓝队有1、2、3、5、6、7、8、9，红队是9个符箓。12个，没错。哎，来最后公布一下。好。那么经过7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呢，我们最后的冠亚军呢也就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蓝方的这个葫芦架上呢有12个葫芦，而红方的这个葫芦架上呢是有9个葫芦。那么今天获得我们的这场比赛的冠军是蓝方民族中学代表队。恭喜蓝队，我们也要祝贺这个红队获得亚军，祝贺你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中共南昌县委书记赵云为获得冠军的队伍颁奖，有请中共南昌县委副书记、县长石春云为获得亚军的队伍颁奖，有请2位。有请2位领导。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向2位祝贺。恭喜你们真棒真棒。好，谢谢。朋友们，我觉得刚才陈总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我们爱你们。晚会虽然接近尾声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会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相信拉祜的朋友会再次欢迎我们的到来，对不对？没错。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再次和大家相聚，因为这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山寨的拉祜族青年男女上场，合着他们的歌声，让我们共同高唱《快乐》。